預言系列但以理書第11章南方王同北方王。大家弟兄姊妹平安，我係 Ricky， 再一次喺呢度有機會同大家分享但以理書11章。咁咧，但以理書11章咧喺預言嘅研究入邊咧係一個都幾緊要嘅一本書。好多時候好多人咧都係再講好多時候去睇預言嘅時候，佢將但以理書11章呢個南方王北方王咧，佢係預言到咧呢個係將來耶穌基督第二次翻嚟嘅之前將會出現嘅兩個嘅王，即係兩個嘅人物係一個國家嘅王。然之後呢個人咧會打呢場仗，打完呢場仗咧，跟住有可能耶穌就係呢一度翻嚟啦。咁咧，我再一次重申就係我覺得但以理書入邊所有嘅嘢其實已經發生咗，同埋咧我哋睇預言嘅時候，我都提醒過弟兄姊妹就係話，我哋唔淨止睇預言，睇任何聖經入邊嘅經文嘅時候，我哋第一樣嘢一定要注意嘅就係到底神同乜嘢人說話，個對象係邊個，同埋講嘅係乜嘢。OK， 所以當我哋去睇但以理書嘅時候咧，我發現咧成本但以理書不斷係講緊一個好緊要嘅信息，就係咩嘢？就係從但以理嗰個時候開始，之後會有唔同嘅王朝出現，直至到耶穌基督第一次嚟。OK， 我哋上次講到但以理書第70個7嘅時候，最後尾第70個7完結嘅時候就係耶穌基督3年半喺出嚟工作3年半釘喺十字架上邊，到去佢死後再3年半，到史提反被石頭打死，就完成咗呢個3年半。同樣我覺得咧就係但以理書11章12章係將之前嗰4隻獸嗰個像入邊要發生嘅情況更仔細咁樣去話俾我哋聽，到底喺從但以理嗰個時候開始到耶穌基督第一次嚟嘅時候，中間佢嘅民佢嘅國要經歷啲乜嘢嘅災難，同埋要經歷啲乜嘢嘅事情。OK， 所以當我哋去睇呢一樣嘢嘅時候咧，我唔相信呢個嘅南方王或者北方王係講緊將來一個王嘅出現，而係咧正咧其實咧係喺歷史入邊咧去成本11章喺歷史入邊去俾我哋睇到，就係喺呢段期間喺耶穌第一次嚟之前，到底呢個聖地但以理嘅同胞會有乜嘢發生喺佢身上。當然呢啲一切發生嘅嘢都唔會係好嘢啦。OK， 咁我哋去睇聖經，去慢慢嘅逐節去睇，同埋用歷史去支持呢啲一切嘅論點，咁讓大家可以更加明白，原來聖經嘅預言係可以咁清晰嘅，唔需要靠估嘅。只不過咧，只要你揾啱個對象，揾啱個時間，揾啱嘅歷史嘅時候，原來上帝嘅作為已經俾我哋引證咗佢嘅話係信實，佢講嘅嘢係必定成就。所以當我哋咁樣去睇聖經嘅時候，我哋嘅信心會不斷嘅更加嘅強大。OK， 我哋先嚟睇但以理書11章。OK， 首先咧要明白一樣嘢，但以理書嘅11章嘅由來係喺但以理書第10章，當70個7嗰個預言之後嘅2年後咧，跟住但以理就有啲異象臨到佢，而相信呢個異象就係講緊11章入邊嘅嘢。OK， 只不過當時但以理唔係好明，所以咧佢查法蘭不思就祈禱，跟住咧神咧就會將嗰樣嘢去為佢去解明，所以11章咧係回應第10章頭但以理嗰個神俾佢嘅預言。咁但係當你睇嘅時候咧，你要明白但以理永遠嗰個
嗰個心咧係得一樣嘢嘅啫，到底佢嘅人民會點樣？所以其實佢求嘅嘢都係講緊佢嘅人民。OK， 咁我哋再睇下但以理書11章，我哋會嘗試逐節去睇，希望咧俾大家可以更清晰咁去明白但以理書11章。又說，當馬代王大利烏元年，我曾起來輔助米迦勒，使他堅強。現在我將真事指示你，看啊，波斯還有3王興起，第4王必富足遠勝諸王。他因富足成為強盛，就必激動大眾攻擊希臘國。必有勇敢嘅王興起，執掌大權，隨意而行。而家講緊嘅第4個王必越富足遠勝諸王。而家講緊嘅係大利烏之後嘅第4個王興起咧。如果睇翻歷史咧，就係大利烏3世。OK， 大利烏3世嘅時候咧，當佢接掌為王嘅時候，有一次佢帶領好大嘅軍隊去攻打以色列國呢個希臘國。喺當時咧就因為呢件事咧，就激奮咗一個勇敢嘅王嘅興起，嗰個就係亞歷山大大帝。佢帶着少數嘅騎兵，居然就去迎戰呢一個大利烏3世嘅強橫嘅軍隊。但喺呢一場戰役入邊咧，OK， 居然俾亞歷山大大帝贏咗。之後好幾年咧，佢係不斷嘅係輸咗俾亞歷山希臘軍，所以喺主前330年咧，亦係因為咁嘅緣故咧，嗰個波斯王國亦都係俾亞歷山大大帝去消滅咗。但係咧好景不常 ，OK， 雖然亞歷山大大帝係咁勁，但係咧佢咧喺好不幸咧就係天妒英才，喺佢好後生，大概32歲左右咧，佢係就因為就離開咗呢個人世。但係佢死後咧，佢嘅王國咧冇辦法交咗俾佢嘅後裔，反而係交咗俾後裔以外嘅4個嘅將軍。所以呢個咧就喺11章4節嗰度，他興起嘅時候，他的國必破裂，向天的4方分開，卻不歸他後裔，治國的權勢也都不及他，因為他的國必拔出，歸於他後裔以外的人。第4節 ，OK， 咁咧呢度咧話俾你聽咧。你睇但以理書11章嘅時候，你會真係好奇妙，你會覺得神嘅話點解可以同歷史係講得咁吻合，同埋咧係咁清楚？因為點解？因為歷史係上帝喺人間嘅作為。當佢話點嘅時候，佢就喺歷史入邊係將佢見證出嚟。所以弟兄姊妹，當你去睇但以理書一開始嘅時候，我哋見到頭嗰幾節係完全係按照歷史發生嘅。咁我想請問之後嘅我哋係唔係應該都要繼續按照歷史咁樣去睇 ？OK， 定係好似有啲人咁係一開始講到幾千年後？OK， 無端白事由嗰陣時就講到幾千年後，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唔合邏輯嘅一樣嘢。當我哋去睇嘅時候，我哋繼續睇落去。OK， 第5節，南方嘅王必強盛，他將最終必有一個比他更強盛，執掌權柄，他的權柄甚大。我哋首先咧，我哋再去分析下就係。當亞歷山大大帝死咗之後咧，冇幾耐咧，佢嘅王國咧就俾4個佢嘅將軍咧去分咗，分別係乜嘢咧？分別咧就係馬其頓嘅有呢個卡桑德將軍，喺小亞細亞嘅就係撒西馬庫斯將軍，喺敘利亞咧就係俾佢嘅叫塞琉古將軍，同埋咧喺埃及咧就係一個叫做托勒密將軍。跟住其中4個入邊咧，2個係好出名嘅，就係當呢個撒琉古喺敘利亞呢個撒琉古咧，佢嘅家族咧就係之後好出名嘅撒琉古帝國。而喺埃及咧就係呢個托勒密王國。
而家其實咧11章入邊講嘅南方王、北方王，其實就係講緊呢兩個帝國 ，OK， 不斷嘅喺兩個帝國。如果你睇翻歷史嘅，呢兩個帝國係不斷嘅打仗，而呢兩個帝國嘅打仗咧嘅原因，點解聖經要喺呢一度講11章要講呢兩個帝國咧？其實好簡單，大家要明白一樣嘢，就係話要所有嘅預言嘅主角唔係呢兩個國家，所有預言嘅主角係邊個咧？係以色列、耶路撒冷。但係點解要講呢兩個咧？係因為當呢兩個咧係打仗嘅時候，佢必然經過耶路撒冷，同埋咧耶路撒冷喺當時咧係俾呢兩個王權之間咧係初頭由埃及去管治，去到後尾係俾敍利亞去管治。所以聖經要講呢個家，點解喺呢度淨係講呢兩個，唔講其他嗰兩個？因為其他嗰兩個唔會去影響到耶路撒冷。所以大家要明白，神要喺呢度講嘅唔係講緊外邦人。佢而家呢度講緊嘅係講緊猶太人 ，OK， 跟住咧，同埋呢個北方王、南方王咧，係整個嘅呢個敍利亞嘅帝國，就係撒羅古帝國，同埋撒羅古帝國嘅意思就係所有撒羅古帝國入邊嘅唔同嘅王，所以你見到入邊每一節有北方王，有時候講下之後又。唔係每一次出現嗰個北方王唔係同一個皇帝，係喺呢個帝國入邊嘅之後嘅唔同嘅皇帝嘅出現。而呢啲咧，我一陣會喺歷史入邊話俾大家聽點係邊一個打邊一個。同埋咧，當你係咁樣睇嘅時候，你會係再一次係好奇妙緊，要將榮耀歸俾上帝，就係神點樣喺藉著歷史去掌權。OK。咁咧，我哋再睇嘅時候，南方王必強盛，佢嘅將中咧必有一個比他更強盛。而家講緊第5節 ，OK， 講緊第5節嘅時候咧，嗰個南方王就係第一個嘅皇帝，托勒密王國嘅第一個皇帝就係托勒密一世 ，OK， 佢係管治埃及嘅，埃及就係講緊嘅就係南方王。點解叫做南方王？點解叫北方王？好簡單，因為埃及係耶路撒冷嘅南邊，所以叫做南方王。跟住咧，敍利亞係喺以色列嘅北邊，所以叫北方王。再講，因為呢一章同埋但以理書都係講緊嘅主角係邊個咧？主角係耶路撒冷，係以色列民，所以大家就清楚知道點解聖經話會南方王，點解聖經係北方王。OK， 當你唔明白佢嘅主角係咩嘅時候，你就唔知道去邊度揾呢個北方王出嚟。OK， 所以我哋再睇。所以一開始嘅時候，托勒密一世咧係已經係掌管理咗埃及。佢其中一個嘅將軍咧就係撒羅古。撒羅古一世咧，佢之前係呢個托勒密嘅一個將軍，後期咧佢嘅功績好犀利啊，所以咧佢咧就承接咗呢個敍利亞。一開始嘅時候佢係承接咗，但係咧喺316年主前316年嘅左右咧 ，OK 就係當亞歷山大帝死咗之後咧，佢咧喺主前316年嘅時候咧，佢咧就係俾佢嘅反對軍咧係趕走咗出嚟。OK， 當佢被趕嘅時候，佢冇辦法就要翻去揾翻佢之前嗰個阿頭去呢個埃及揾佢個阿頭托勒密幫手。藉着托勒密嘅幫手咧嘅幫助咧，佢再一次翻去去攞翻佢嘅領土。而當佢攞翻領土之後，佢將呢一個撒羅古帝國咧，再一次推上一個高峰。OK， 呢個高峰咧係自從呢個亞歷山大帝死後咧，佢係一個非常即係可以講係一個最強勁嘅一個嘅承接人繼承者。OK， 所以咧聖經喺呢度講緊嘅時候咧，就係南方王必強盛，他將最終必有一個比他更強盛，
執掌權柄，他的權柄甚大，因為佢之後再一次翻去嘅時候，唔淨止攞咗敍利亞，佢仲攞咗部分嘅 Asia Minor 小亞細亞，所以佢嘅地各方面係比呢個南方王更加嘅強大。OK， 呢個講完第5節啦。OK， 跟住第6節，過些年後，他們必互相聯合，南方王的女兒必就了北方王來立約，但這女子幫助之力存立不住，王和他所倚靠的，並他生的以及當輔助他的，都必交於死地。OK， 嗱，第6節呢度講緊過些年後咧，大家要明白一樣嘢咧，我再講，而家講緊嘅北方王唔係一個嘅皇帝，係講緊一個嘅帝國，就係撒奴古帝國同埋呢個托勒密王國。所以過些年後嘅時候就唔係講緊托勒密一世或者撒奴古一世，而家講緊係佢嘅後裔。OK， 咁咧喺呢個當嗱，過咗年後之後嗰個皇帝係邊個？講緊嘅係呢個托勒密二世，第2個嘅掌權嘅。而呢個托勒密二世咧係幾出名嘅，因為咧喺佢呢個年代咧，佢係將呢個舊約嘅聖經咧翻譯成希臘文，所以咧係佢將為呢個福音傳遍整個嘅之後耶穌所講嘅地極咧，服下咗一個好大嘅幫助，因為咧佢係將舊約咧係翻譯成希臘文，咁咧當時嘅成個領土嘅時候，特別咧呢個亞歷山大大帝咧係不斷咧推行咧係將成個佢下邊嘅帝國咧係希臘化，所以咧佢係不斷嘅去互相嘅係唔同嘅國家去互相嘅結婚聯婚，所以佢自己都娶咗好多嘅波斯嘅女子為妻。佢希望咧係將呢個希臘文化咧係成為成個地區嘅一個統一嘅文化。OK， 所以係咁嘅情況底下，當舊約變成希臘文嘅時候，係將呢個神嘅話語去推廣俾更加多嘅一個嘅方法。OK， 咁呢個托勒密二世咧，佢咧係同呢一個安條克二世。OK， 安條克二世咧就係嗰個係撒奴古一世嘅仔。OK， 咁托勒密二世同埋安條克二世咧，兩個咧係初頭嘅時候係好唔妥嘅，係時常打仗，但係咧托勒密二世咧就唔夠安條克二世打，開始嘅時候唔夠佢打，所以咧唔夠佢打嘅時候，跟住呢個托勒密二世咧就諗出咗一個方法，就係將佢個女叫帕尼斯 Bernice 就嫁俾呢個安條克二世。OK， 成為佢嘅老婆。呢個嘅政治婚姻咧一開始係好成功嘅，因為咧咁樣咧安條克二世就唔會再去打呢個托勒密二世。與此同時咧，因為安條克二世點解要應承咧 ？OK， 因為咧佢覺得咧將來 Bernice 生嘅仔，佢將會有可能接掌呢個埃及同埋敍利亞，成為一個更大嘅王國，所以咧佢因為咁嘅諗法情況底下咧，佢咧就將佢，但係當時咧佢有個前妻，佢嘅前妻叫Leodis。OK， 呢個前妻咧係一陣會講，呢個前妻搞到之後咧一個好係呢個兩個帝國嘅第3次嘅打仗咧，都係因為佢嘅前妻Leodis引起嘅。咁呢個 Leodis 咧係同安條克二世結咗婚，但係咧因為安條克二世要迎娶呢個 Bernice 嘅緣故咧，佢就將 Leodis 休咗 ，OK， 跟住娶咗帕尼斯。但係咧初頭都諗住幾好嘅，但係咧好景不常，喺246年嘅時候。主前246年嘅時候咧，咁安條克呢個托勒密二世就去世。去世之後咧，就由佢個仔
托勒密三世去掌權。所以咧，當呢一個安條克二世見到就係個皇權已經俾咗佢個仔嘅時候，佢就覺得咁即係佢之前所諗嗰個嘅美夢咧就變成空啦。所以咧佢就再一次咧係將 Bernice 咧係休咗，然之後咧將佢前妻係去娶翻佢前妻。但係咧跟住咧將佢嗰個繼承權咧就唔係俾咗 Bernice 同佢生個仔入邊，而係將佢個繼承權咧俾咗呢個Leonis 嗰個同佢第一個生嗰個仔，讓嗰個嚟繼承佢個皇位。咁咧，當佢恢復佢個Leonis 個皇后身份嘅時候，冇幾耐咧，咁咧呢個好多人咧都相信嘅就係咧呢個安條克二世咧係俾呢個前妻Leonis係毒死嘅，因為呢個女人要報仇。OK， 當佢毒死嘅時候咧，跟住咧就反而咧呢個 Leonis 咧就呢個惡毒嘅女人咧，佢反而唔想佢大仔去做皇帝，反而佢支持佢個二仔去做呢個皇帝。OK， 咁咧當咁嘅發生嘅時候，呢個 Bernice 咧就係嗰個托勒密二世個女咧，佢就去信咧，去請佢細佬就係佢嘅兄弟托勒密三世咧嚟幫手，希望佢可以咧藉助佢幫手咧，可以攞翻即係幫佢個仔去搶翻呢個敍利亞嘅皇位。但係咧俾我相信俾呢個 Leonis 發現咗之後咧，就將佢哋兩母子咧就一齊嘅去殺害。OK， 當呢個殺害嘅時候咧，就引申咗咧，所以點解第6節嗰度話這女子和引導他來的並生他的以及當輔助他的都必交與死地，就係個托勒密二世佢個仔全部交與死地。OK， 但係第7節嗰個佢話，但這女子的根必另生一枝子，繼續皇位，他必攻擊率領軍隊進入北方王的保障，攻擊他們而且得勝。嗱，第7節講緊嘅呢一個講係乜嘢咧？就係講緊咧，當呢個Bernice 同埋佢個仔被殺害之後咧，佢個兄弟佢嘅根就係講緊係托勒密三世咧，佢就好嬲，所以咧佢就揮軍去北方去為佢個sister 佢個姐姐去報仇。OK， 跟住咧佢打嘅時候咧係打得非常之犀利，係打到北方王嗰邊一仆一碌。但係咧佢冇將北方王去完全嘅毀滅，佢係將佢嘅神像 OK 完全同埋官長金銀財寶咧攞翻去埃及嗰度。OK， 所以咧就係因為呢一次嘅擄掠咧，嗰一個嘅神像咧就成為咗佢哋帝國入邊一個最大嘅嗰個希臘嘅廟，喺埃及入邊一個希臘廟入邊係一個好大嘅希臘廟，因為將啲神像搬晒翻去就去嗰度供奉佢哋。OK， 所以喺歷史入邊咧，呢個大概係喺托勒密三世仔主前246同222之間，就係講緊第7、第8節講緊嘅嘢。OK， 我哋睇到咧就係11章9節，跟住之後會講嘅就係乜嘢？即係就係啱講嘅，當嗰個安條克二世個仔就係嗰個當佢死咗之後咧，佢個太太 Leonis 咧就將佢個細仔就係撒留古二世咧就接續佢作王，但係冇幾耐佢就死咗。跟住咧10節嘅時候咧就係撒留古三世。OK， 呢個撒留古三世咧好快咧就做咗冇幾耐，做咗2年到咧，又係好奇怪地咧係就又死咗喺打仗去小亞細亞一場戰嘅入邊咧，佢就好神奇咁樣死咗。OK， 跟住接續呢一個北方王嘅下一個皇帝咧係邊個？就係叫安條克三世。呢個安條克三世咧就係將呢個敍利亞咧 OK
係將呢個北國咧，頭先見到啦，係咪？頭先見到就係呢個托勒密咧，係三世咧係追住呢一個嘅呢個北國嚟打嘅。OK， 跟住但係到呢個安條克三世嘅時候咧 ，OK 就情況就改變啦。因為咧呢個時候咧，如果你睇翻歷史咧，直至到呢個安條克三世出現嘅時候咧，嗰個耶路撒冷咧，巴勒斯坦咧係由呢個埃及去統治嘅，就係因為呢個安條克三世嘅出現咧，係將呢個情況逆轉。喺佢嘅手下邊咧，耶路撒冷咧，從埃及嘅手就交去呢一個敍利亞嘅手，所以咧呢個11章10節到19節，而家講緊嘅係兩個佢哋呢兩個帝國入邊嘅兩個王咧，就係一個叫做南方王咧，就係托勒密四世 ，OK， 而北方王咧呢個時候就係叫安條克三世 ，OK， 跟住咧。而呢個托勒密四世係邊個嚟嘅？呢個人咧，佢本身咧係一出世，佢個爸爸已經俾咗一啲留低咗好多嘅富裕同埋好多嘅嘢俾佢，所以咧佢係一個王子，跟住係好有享受，好即係活得好好嘅。OK， 但係咧直至到咧佢咧就為佢個軍隊咧，佢第一次咧係將埃及人咧係將佢招聚去佢軍隊入邊，所以佢個軍隊咧係變得好強大。OK， 跟住咧佢有機會咧去彰顯佢嘅嗰個叫做軍事嘅能力咧，喺邊一場戰役咧就係喺 The Battle of Rephier 喺主前217年呢一個嘅戰役咧。係令到佢成名嘅 ，OK， 跟住而家講翻呢個北方王呢個安條克三世，呢個人又係咩人咧？佢係嗰個撒羅古三世嘅細佬 ，OK， 跟住咧因為撒羅古三世啱啱講咗，佢喺一場戰役入邊做咗2年皇帝去打一場仗咧就死咗，跟住咧喺安條克三世嘅掌管底下咧 ，OK 嗰個猶太人咧就從埃及嘅手轉去俾敍利亞去掌管，跟住亦都係佢咧令到呢個撒留古帝國咧係從呢個初頭嘅好似好啱講嘅係好破碎，俾南方王打到破碎，但係去到後尾佢係將佢重整，跟住將佢強大。佢係侵佔去北南方去侵佔，跟住侵佔嘅時候係佢攞咗呢個黎巴嫩同埋猶大地，跟住佢打咗好多場勝仗，但係咧，當佢係本來係好成功嘅時候，就係喺呢個 Rephier 就係講緊10章11節11章嘅10至到11節 ，OK， 我哋再睇一睇啊。只是他眾子必然興起，招聚好多軍兵。並有一人必然來到，並且泛濫經過，以他必回去，被擊動，直到他的保障。呢個眾子其中一個咧，而家講緊嘅就係安條克三世咧。南方王必發烈怒出來與北方王爭戰，北方王必擺列大軍，這軍兵卻必交付南方王嘅手。呢一場嘅戰役咧，就係啱啱講緊嘅主後嘅主前嘅217年個 Rephier 嗰個嘅戰役。呢個敍利亞係不敵呢個托勒密四世 ，OK 喺呢一場戰役入邊，佢就把他把大軍消除的時候，他的心必自高，他必使數萬人仆倒，卻不得因此堅固。嗱，呢個講緊他咧就係南方王啦 ，OK， 跟住我哋繼續睇下。跟住冇幾耐之後咧，當佢喺呢個Rephier雖然輸咗之後咧 ，OK， 跟住咧佢就翻去去東方嗰邊 ，OK， 攞咗一啲嘅地方，直至到托勒密四世咧喺主前2013年死嘅時候咧 ，OK， 跟住佢個仔呢個托勒密五世咧
佢個6歲嘅仔托勒密5世做王，跟住咧呢個安條克咧見到係一個機會啊！當呢個見到佢個老豆死咗，而家得翻個細嘅仔接續皇權嘅時候咧，佢就再一次嘅係趁住呢個時候咧攞咗呢個呢一個 Syria 嗰個嘅Holy Syria 呢個地方嘅掌管權，跟住到主前201年咧，佢就侵佔呢個巴勒斯坦，跟住咧喺個加薩地嘅時候咧，佢終於贏咗呢一場戰役。OK， 跟住咧佢就將巴勒斯坦咧歸落佢嘅管治入邊。OK， 就係因為呢一次咧，就以色列咧就從埃及嘅手交咗去俾敍利亞嗰度。OK， 跟住咧喺呢個時候咧 ，OK， 從呢一刻開始咧，就以色列地咧就一直交喺呢一個嘅北方王嘅手入邊，直至到咧呢個叫做直至到呢個羅馬咧喺主前63年嘅時候，當佢打敗咗呢一個薩盧古帝國嘅時候，就從主前63年就從呢個敍利亞嘅手就交到去羅馬嘅手入邊為止。OK， 當呢個北方王去掌管呢個猶大地嘅時候咧，佢就俾呢一個嘅猶太人有好大嘅宗教嘅自由。OK， 跟住咧11章14到16節咧係講緊呢個安條克3世咧同呢一個南方王呢個托勒密即係4世到5世之間，由5世掌權嘅倉段日子，佢哋之間嘅打仗打嚟打去一個嘅過程，直至到17節。OK， 17節嘅時候咧，呢個就比較得意啲嘅，就係佢11節，他必定意用全國之力而來立公正的約，照約而行，將自己的女兒給南方王為妻，想要敗壞他，他卻不站在他那方，也不支持他。呢一個他就講緊咧，就係講緊